大家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水的秘书啦。伫以前传统社会时代，结婚是人生一件最要紧的代志。为订婚开始就真侪仪式。订婚的台语词就是寒订，寒订，寒订，汉字写做寒订。罗马字写做寒订，寒甲订拢是第7条。古早人讲男戴当婚，女戴当嫁，若是两人互相有介意，条件嘛拢讲好势，男方就要紧好日去甲女方送订婚聘礼，民俗叫做寒订，也是送订。现代人寒订订婚的礼数较简化。一般拢传6礼，也是12礼，像礼饼、聘金、头尾礼等等。内底聘金一定要用现金，也是现金支票，袂使写。寒订的仪式主要有敬甜茶、戴茶后、挂手指等等。敬甜茶就是新娘捧茶予查甫头的人客啉，目的是要予查甫头的士大人熟悉新娘。戴茶后就是查甫头的人客甲茶啉了后，伫茶杯里放一个红包。挂手指就是新郎新娘甲对方挂手指，安尼仪式就差不多要完成啊。伫仪式过程中，每个人拢会讲一寡好话，亲像茶后捧过去，互你有福气。甜茶食好完，生子孙中状元。手指挂好正，红某得人疼。服饰、寒订、送订、礼饼。聘金、头尾礼、敬甜茶、戴茶后、挂手指。咱台语内底有真侪寒订结婚的时，大家会甲新人祝福的好听话4句联。今仔日咱先小解到这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